如果中醫喺醫療呢個部分就好似佢嘅文字一樣佔咗17%咧，你覺得呢個比重算係高定係算低呢？即係咩策略性主題呢？就係佢舊年先至新推出嘅一啲項目啦，就係即係可能佢同一啲委員會啊傾過啦，暗啲就暗啲啦，我照行就算啦。新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咧，就已經喺2026年嘅2月25日，即係早2日咧出咗爐噶啦。大家最關心嘅咧，當然就會係稅務減免嘅問題啦。咁今年好似派糖派多咗啦嚇，咁應該大家多多少少都會交少咗啲稅咁嘅樣嘅。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醫療專業嘅一部分咧，應該要更加關心嘅咧，就係到底有冇一啲資源係投放咗落去成個醫療行業入邊嘅。成份預算案文件咧，如果你去 search 個醫字嘅話咧，就一共會揾到47個醫啦嚇，其中咧就有8個係中醫嚟嘅。咁8 over 47大概就係17% 左右啦。如果中醫喺醫療呢個部分就好似佢嘅文字一樣佔咗17%咧，你覺得呢個比重算係高定係算低呢？嗱，我唔識評論啦。不過 for your information 啦嚇，舊年嘅預算案呢係 search 唔到中醫兩隻字嘅，前年就係有嘅。咁所以其實年年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嚇。咁嗰8個中醫嘅字眼出現喺邊度呢？基本上咧就全部都會 under 咗中醫藥發展呢一個部分嘅，亦即係第56段同埋第57段。咁我哋各自係講咩嘅呢？咁我唔背啦，我讀出嚟俾大家睇下。第56段呢，就係話中醫藥發展藍圖勾畫咗香港中醫藥發展嘅願景，會推動中醫藥全方位、高質量同埋高水平嘅發展。我哋即將向呢一個中醫藥發展基金注資5億元，就策略性主題進行研究、培訓同埋國際推廣嘅。第57段，新落成嘅香港中醫醫院以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大樓已經投入服務啦，有助推動中醫藥服務發展、科研創新同埋標準制定，向國際展示中醫藥嘅優勢。就係咁多啦，你計埋個標題呢，咁就一共會揾到8個中醫啦嚇。咁就住呢份預算案呢，其實我有3個比較主要嘅睇法啦嚇。咁第一個呢，就係好得意嘅喎，你會發現呢，中醫係好獨立地有一個標題，下面就淨係講發展中醫藥，就得2段文字嘅啫。咁佢就唔係話 under 喺醫療服務發展啊，或者喺成個醫療發展嗰度嘅喎。咁到底係我哋特別重視中醫藥嘅發展，要獨立佢出嚟講啊，定還是係覺得中醫藥都好難去納入成個醫療體系下面去睇撥款呢一件事情呢？咁我當然係唔知啦，因為就正如頭先一開頭所講呢，其實佢每年嗰個分類都係會有少少唔同嘅。我啱啱 search 翻2024、2025同埋2026年嗰個預算案嘅文件呢，其實佢將中醫嗰個擺法，當佢提及中醫相關嘅字眼嘅時候呢，佢個位置都係有少少唔一樣嘅。咁都係嗰句啦嚇。上年即係2025年嘅預算案呢，文件就冇特別提及中醫嘅。唔分落去醫療發展係一件事啦。另一樣嘢呢，其實就係有好多需要提及中醫嘅相關內容呢，佢亦都冇提及嘅。例如咩呢？基層醫療發展啦。咁我唔知佢係已經包括咗中醫定還是又唔記得咗中醫啦嚇。另外就係公私營合作啦。咁有講過香港嘅中醫係會慢慢發展公私營合作噶嘛。咁但係即係藍圖出咗之後，我哋亦都未再見到有咩新嘅特別消息出嚟啦。咁可能過咗年，大家開始復工之後呢，就再慢慢睇下有咩新嘅消息啦嚇。仲有就係呢。咁香港有做呢個叫做醫院發展計劃噶嘛？2016年就開始咗第一個階段啦。咁2018年嘅時候呢，就開始籌備第二個階段。雖然呢，以我暫時嘅理解，佢好似比較偏向係做啲醫院嘅硬件上嘅配置嘅規劃嘅。咁但係既然你要發展中醫藥啦，咁 HA 做嘅即係醫管局做嘅一啲醫院發展嘅規劃，係咪都應該考慮埋中醫嘅一啲設置呢？喺硬件上照計，你亦都應該要考慮埋中醫嘅加入噶嘛。咁亦都冇特別提及中醫啦。咁但係唔緊要，即係可能佢已經包含咗，唔需要再特別提啦嚇。咁就大家點睇呢？咁你可以留言一齊講下啦。好，呢個就係講緊
第一樣嘢就嚇。第二個諗法咧就係，其實你會見到咧，政府將會喺推動中醫藥發展咧，採取一個更加主導嘅角色嘅。咁以往啦，即係正常情況底下，即係政府係作為一個叫做行政嘅機關啦嚇。咁佢推動業界發展咧，角色上其實佢真係唔方便太過主導噶嘛，因為你專業發展嘅嘢就應該係專業主導嘅。咁所以咧，頭幾年2019年中醫藥發展基金出台嘅時候咧，佢都係好主力咧，係同業界話要一齊傾下點樣去發展嗰一啲嘢嘅。咁但係你見到佢今年再新增5億撥款嘅時候咧，佢有特別講到呢5億咧就主要會就住咩話？我哋讀翻出嚟先啦嚇。注資5億元係就策略性主題進行研究、培訓及國際推廣。即係咩策略性主題呢？就係佢舊年先至新推出嘅一啲項目啦。就係即係可能佢同一啲委員會啊傾過啦，可能佢同一啲委員會傾過啦。啊，閂晒燈啦，因為已經好夜啦。我頭先上完堂嘅時候呢，先至即係再揾地方去拍呢條片啦。係有少少暗啊，嗬。咁我睇下揾嗰個地方光少少，去再講下先。因為頭先拍片嘅地方閂晒燈嘅關係咧，所以要繼續揾個另一個地方光少少咧，繼續講埋落去啦。頭先講到邊咧，就係講緊話，即係政府會喺發展中醫藥方面咧，採取一個更加主導嘅角色啦。就住你見到佢話新撥款落去中醫藥發展基金嗰5億咧，係會針對呢一個策略性主題進行研究、培訓及推廣嘅。咁呢一個策略性主題就係舊年先推出嘅內容啦，就係可能政府同啲委員、專家商討完之後咧，覺得呢一啲項目咧係要發展香港中醫藥好必須嘅一啲內容，而過去似乎係未有一啲相關嘅研究去做，所以要指明一啲項目去做嘅，就類似咩咧？類似就住中醫院發展，又會有一啲項目進行啦。就住國際，即係中醫嘅香港中醫嘅角色，又可能有一啲項目進行啦。咁呢個我而家都未再 check 翻，即係中醫藥發展基金嗰個網站啦。咁但係都值得睇下嘅，就係到底政府覺得中醫藥要點發展呢？我當然有啲諗法啦，一陣間再講埋落去。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政府採取呢一個更加主導角色呢一件事呢，就我偏向係覺得正面嘅，即係雖然頭先講緊話，我哋應該叫做專業自主，你專業發展就應該由專業話事啊嘛。咁但係過去嗰幾年你都會見得到咧，其實如果即係香港中醫係熟悉一啲足夠熟悉一啲政策，知道點樣去研究同發展嘅話咧，其實我哋嘅發展係會再快一啲嘅。咁所以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妨就呢幾年咧，就不如就即係政府嘗試主導多少少，即係參與多少少，睇下點樣可以再推進多一啲啦。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諗法啦嚇。然後就係第3點嘅睇法啦，就你好明顯會見到，我亦都之前有一啲片有提過咧，政府係好明顯地銳意要將中醫藥推向國際嘅。咁你結合翻過去1年我哋見到嘅施政報告啊，早2日嗰份財政預算啊，甚至乎我哋嘅中醫藥發展藍圖都好咧，你都會見到大家一個好明確嘅共通點，就係想將中醫藥推向國際啦。即係我哋會做好多標準出嚟，要做一啲合作模式出嚟，咁將呢一啲嘢咧推到去海外都能夠應用得到啦。所以我會話咧，佢哋呢個發展嘅意向咧係十分明確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我成日都講嘅，就係假如真係有國家銳意要發展中醫藥，想嚟香港，你講到咁好啊嘛，想嚟香港取經嘅時候呢，佢可能就會發現，其實你個發展都係普普通通麻麻地嘅啫，即係私營市場佔咗90%啦，然之後所謂政府好參與嘅部分呢，就真係得間中醫醫院同埋18區中醫診所，仲要18區中醫診所都停滯咗好多年㗎咯，冇特別再明確發展咗好多年㗎咯。你真係要有嘢俾人參觀呢，就真係淨係得間中醫醫院嘅啫。咁樣係咪一件好事呢？會唔會好搞笑呢？即係你想人哋發展嘅時候，原來你都有得咁少嘢去俾人睇。咁樣聽落去，我可能我個人嘅視野比較窄啦，可能就真係咁少嘢俾人睇都已經叫做好足夠啦。但係即係我諗直覺嚟講呢，我會覺得我哋應該要做得更加多、更加好。
我哋應該係要將成個香港嘅中醫藥都發展得更加好，而唔係淨係俾個中醫醫院俾人睇下就算咁樣嘅。咁啱啱講呢啲呢，就係我覺得，尤其是睇完呢一個預算案之後啦，我覺得我感受到好明確，即係政府想發展嘅方向同埋一啲我嘅諗法咁樣啦嚇。咁你又會唔會有啲咩諗法呢？咁都歡迎留言 share 下嘅。不過都戴翻個頭盔先啦嚇，即係有一啲項目呢，其實就唔係預算案去負責嘅，咁亦都有可能係佢冇提到中醫啫，佢可能已經暗砍已經包含咗中醫個 concept 喺入邊啦。可能人哋本身都預咗中醫㗎啦，係即係只不過我哋太過覺得，哎呀你唔寫到明嘅話，我覺得好唔安心啊咁嘅樣。可能我哋自己有少少呢個叫咩啊？呢個叫咩感受啊？我唔識講啊，即係可能我哋自己有啲妄自菲薄啦嚇，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放長雙眼，拭目以待咧，我哋就會知道到底係真係本身就預咗我哋，定還是成日都唔記得咗我哋咧。咁另一方面就係即係預算案係一件事啦，咁我哋仲要結合埋好多，包括咗藍圖啊、基層醫療、中醫藥發展藍圖啦、基層醫療藍圖啦，同埋施政報告啦等等一啲唔同嘅政策文件，我哋先至會能夠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諗法去睇翻到底政府係點樣發展香港中醫藥嘅。咁但係如果講翻整體成個印象，我會覺得香港政府想點樣發展中醫呢？成個感覺嚟講呢，即係我覺得其實偏向正面嘅，即係我都會覺得香港政府係好有心想發展好香港嘅即係中醫藥成個行業咁樣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政府想做同埋佢能夠有能力做得好嘅方向呢，其實就未必係業界諗住做得個好嘅方向啦。咁都唔緊要嘅，即係政府同埋業界嗰個視野未必一致噶嘛。咁我假設政府諗嗰個方向係更加理想啦。咁但係問題就嚟啦，而家係好大機會同市民嗰個需求都唔一致啊嘛。又係啦，我自己諗法啦，市民需求其實好簡單㗎啫嘛。我哋只係需要有超級高質而能夠負擔得到嘅中醫藥服務啦，即係一定係服務為本㗎嘛。咁香港到底現時嗰個即係中醫藥服務足夠高質未呢？可能已經叫做幾好㗎咯喎。不過我哋作為業界一份子，咁就當然覺得要繼續精益求精啦。咁一定係希望再好啲㗎嘛。咁我哋政策上當然我會知道預算案咧，佢都會有提到嗰5億注資落去 CMDF 咧，其實係有想做好啲培訓嘅，都唔係淨係純粹推向國際呢一件事嘅。咁但係之後咧，仲有冇其他咧？我自己就真係好強烈感受佢好想推出國際。咁但係本地嘅培訓，我哋會繼續做啦因為唔做都唔得啦，因為已經好多問題啦。咁服務咧之前嗰10幾年其實都發展咗好多嘅，但係我會覺得唔夠咯。咁係我唔知係我貪心啲啊，係我視野問題啊，定還是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覺得都仲係唔係好夠啦。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我都要嗱嗱聲翻屋企啦。咁大家對於呢一份預算案有啲乜嘢睇法，有啲乜嘢諗法呢？都歡迎留言一齊討論下嘅。其實講啲預算案嘅內容呢，唔係淨係單純針對行家去聽嘅，即係其實我哋一般市民嚟講呢，其實我哋都好值得將我哋嘅諗法反映俾業界也好，反映俾議員也好，或者直接反映俾政府係會最理想嘅。咁其實每年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諮詢會係開放俾業界啦，開放俾市民啦。其實大家睇，如果你仲有睇新聞，你都會知道噶嘛。咁大家有機會嘅話就參與多少少啦。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你睇緊嘅陸筆字中醫 channel，我係小鬼醫師張以聰。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